搞錯又停電。Jessica，媽咪咪 told you 做功課要邊做邊 save 咯，你睇下而家。唔係啊，我本身咧真係諗住等陣先。撞鬼你啊！你哋邊位啊？做咩入嚟偷嘢啊？靚女，咩態度啊？我哋係嚟幫你㗎。你放心啦，5年後嘅香港唔會再好似咁樣停電。你又知？香港將來會用好多唔同嘅形式發電，有太陽能、風能、氫能，仲會由內地輸送零碳能源嚟香港添。不過到時可能會喺新聞見到太陽能板俾雀仔先遮住晒，又或者風力發電機俾大嶼山野牛撞歪咗。唉，放心啦，港府已經計劃喺2035年前將零碳能源嘅發電比例去到提升至60%至70%，到時唔再依賴單一能源發電，就唔會驚好快停電啦。咁即係之後做功課唔使再驚停電啊？係啊，你而家經歷嘅種種唔方便，5年後就會改善好多噶啦。唉，排咗6年幾，幾時先輪到我啊？靚女姐姐，做咩唉聲嘆氣啊？你唔好嚇親人啦！你好啊，我哋2031年嚟嘅。2031，你係未瞓醒但係發緊燒啊？你唔係唔信我哋啊嘛？我話俾你知啊，你5年內絕對會等到公屋嘅。你又知？因為政府用咗新技術組裝合成建築法 MIC， 好似砌積木咁起樓，啲組件已經喺大灣區廠房整好運嚟香港裝嵌。一個簡約公屋項目2.5年起好過萬個單位，快6成。最高峰嗰陣時，一日可以安裝55個 MIC 箱。係啊，所以政府預計喺26到27年度將公屋輪候時間減到4.5年，北區未來都會有超過6萬個公屋單位落成。香港首份5年規劃唔只係政策文件，市民生活大改善，絕對唔止一啲半啲。同心建設美好家園，未來就由我哋實現。停電冇電點算好？多元發電有保障，太陽氫能加風能，開出穩定又流暢。公屋排隊等太耐， MIC 起樓幫緊你，個性訂製快又好，上樓有期唔使捱。智慧城市有方向，5年規劃齊合唱，絕對唔係齋空談，實幹落地每一步。新界學生拍住上，香港未來更發亮。哆唻咪發嗦。